我。 谁啊？小小魔女！哎呀，江总为了防她，专门装了人脸识别系统。关门放陈总！不是这么急，有你们这样的吗？加油，陈总！ 梓潼，开门！你怎么来公司了？是不是你？我什么呀？是不是喜欢我哥？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我确实挺喜欢他的。怪不得这么多年你都不跟我在一起。梓潼，我只把你当妹妹。我去你的妹妹！你给我说实话，你这么多年不谈恋爱，是不是在等我哥？你胡说什么呀？我不谈恋爱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喜欢的人，跟你哥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是在等他吗？他一大男人，我等他做什么呀？那搞砸他相亲的也不是你啊？什么相亲啊？一鸣哥哥，你陪我去逛街吧。你不是来找你哥的吗？哎呀，只要不是你就行，别人跟我没关系。我还没有下班呢。陈总啊，江总说了，从现在起给你放假。什么？这个。喂，陈总，来，这个钱包拿好了啊，放假了，撤。喂，你们，拜拜。一鸣哥哥，快出来。这个门坏了，它可能需要维修，我也出不去啊。什么破门啊，质量这么差，别修了，直接换一扇。我。一鸣哥哥，走吧。出发！陈总辛苦了，陈总保重吧。陈总受累了，陈总行吗？